使乜鬼賣房啊？租呢套先好啦，3房。使乜買樓咯？租咪好咯，租1300蚊。嗱，而家工資1500蚊，幫我分擔下義工好唔好？然之後我每個月供200蚊，1000幾蚊嘅，我哋睇下個環境點樣好唔好？小區，整體睇下，遊樂場冇乜人嘅，都係啲阿姨。嗱，再睇下隔籬嗰度游泳池，出會嗰度就係我哋嘅菜市場。而家睇到樓喺邊個位置咧？樓上啊，香港業主啊，現場睇1000幾蚊，使乜鬼賣房啊？租呢套先好啦，3房，南北對流，洋湖花園。賣房做咩冇？賣房又房咁大壓力，每月要供，係咪？幫我交下房租啊！哦，跟我租房得啦，幫我分擔下我啲業租，每月供而家先供1500蚊，我租1300蚊俾你。嚟睇下，我每個月再供多200蚊買套樓，幾舒服，東南向。誒，多咗個靚女喎。女，俄羅斯美女。睇下就好啦，唔好流口水啦。嚟睇房入邊啊！嗱，1000零蚊租3房。何必賣咧？係咪90平哦？79點幾平方，3房一個衛生間，然之後咧好新，超級新啲房，全部家私基本冇點喐過嘅，兼且房入邊又好乾淨，因為香港業主好少嚟。啊，主人房啲家私一套嘅，好好睇，真係好睇。啲空調又幫你配好晒喎，唉，使乜買樓咯？租咪好咯，租1300蚊。嗱，而家工資1500蚊，幫我分擔下義工好唔好？然之後我每個月供200蚊，簡簡單單，短租又得，長租又得，有興趣嘅話搵我哦。